根据交通部的统计，去年这交通事故是有40多万件，其中18到24岁因为机车事故死伤的都有10万多人。为着要来减少少年人骑车出车祸的风险，台东县是补助1000块的考驾照的费用，也毋过民众参加意愿无遐尔高。要考机车驾照，第一关就要先去上道路交通安全讲习，先了解机车上路会拄到的状况。通过笔试了后，阁要经过术考的考试，完成基本道路驾驶，才会当摕到驾照。交通部为108年就开始推广考驾照进前要去上机车驾驶训练。不过台东监理站去年有要2000人去考驾照，煞无到200个人参加过驾训班。今年到当是阁较少，敢若3个人报名。参加考驾照的高中毕业生就认为，台东的机车驾训班伫咧治本上过远啊，无时间参加，家己练练的就好啊。我本人是没有去上，因为时间不方便。台东监理站表示，根据统计，有参加过驾训班的人去考到机车驾照了后，引发车祸的风险会降低36%。也若台东的民众认为驾训班有较项的问题，除了政府会补助1300块以外，阁有县府补助的1000块。民众实际上只要负担1300块，就会当上机车驾训班考驾照，而且阁有提供10万块的奖品会当来抽奖，希望民众会当加报名驾训班。还有包含有机车啊，全年礼券啊，然后还有就是有台东限定的一个行车记录器的一个抽奖。我觉得也是有必要啦，就让这个新一代去加强这一些道路使用这些条例跟安全的知识。另外，台东县会当考驾照的人，也就是满18岁到24岁少年人是愈来愈少，驾训班嘛愈来愈少招生。不过，台东监理站表示，会搁入去校园提供考驾照训练甲考试，希望会当予学生就近上课，有充分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识。考驾照上路了后，就会当降低事故的发生。记者台东报道。